第14章，愛。一個基督徒嘅真正標誌唔係知識，唔係口才，唔係能力，唔係財產，唔係地位，亦唔係喺其他基督徒中嘅聲譽。一個基督徒嘅真正標誌係佢熱切咁從內心裏愛自己嘅弟兄姊妹。約翰一書3章23節咁樣講：神的命令就是叫我們信他兒子耶穌基督的名，且照他所賜給我們的命令彼此相愛。喺咁簡短嘅一章裏，我哋揾到咗愛嘅真正定義。呢個係我哋喺世界上任何其他文學作品中嘅任何地方都揾唔到嘅。邊個有呢種愛，邊個就係一個真正嘅基督徒。約翰福音摘錄。耶穌曾經對門徒話：正如天父愛我，我亦照樣愛你們。你們要生活在我的愛裏。如果你們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必定生活在我的愛裏，正像我遵守天父的命令，而活在天父的愛裏一樣。我告訴你們這些事，為嘅係要你們得到我的喜樂，讓你們的喜樂充實滿溢。呢個係我嘅命令，你們要彼此相愛，好似我愛你們一樣。一個人為朋友自願犧牲性命，人間嘅愛冇比呢個更加偉大㗎喇。如果你哋遵行我嘅命令，就係我嘅朋友。使徒們書信摘錄。縱使我能說世間各種語言，又能說天使的話，要是沒有愛，我不過是吵鬧的鑼，嘈雜的鈸。縱使我傳揚神的道，洞悉一切奧秘，通達淵博知識，更有堅定嘅信心，能夠移山倒海，要是沒有愛，我就一無是處。縱使我捐盡財產救濟窮人，又捨身被焚，要是沒有愛，也是毫無益處。愛是恆久忍耐，慈悲為懷。愛是不妒忌，不自誇，不驕傲，不做失禮的事，不去貪求私利，不輕易地生氣，不計他人過錯，不喜悅於不義，唯獨喜愛真理。愛是凡事寬恕，事事信任，凡事期望，事事容忍。愛是永恆嘅，傳道係暫時嘅，說各種語言亦有停止嘅一日，知識亦終會消逝。我哋現在所知道嘅只係一部分，我哋所傳揚神嘅話亦只係一部分。等那至善完美嘅嚟到，呢啲不完整嘅都必定消失。當我是個孩子嘅時候，說話像孩子，情感像孩子，思想也像孩子。但我長大成人以後，就把孩子氣完全拋棄啦。我哋如今所見到嘅，好似係從鏡子裏睇到嘅影像一樣，模糊不清。但將來我哋必定會面對面，睇得一清二楚。雖然現在所知道嘅只係一部分，但到嗰個時候就會完全明白，正像神完全了解我們一樣。信、望、愛都係永存不朽嘅，其中最偉大嘅就係愛。親愛嘅弟兄姊妹們，我哋必須彼此相愛。愛係從神嗰度嚟嘅，而每一位愛弟兄姊妹嘅人，先至係神嘅兒女，亦認識神。不愛弟兄姊妹嘅，就係唔認識神，因為神就係愛。神差遣佢唯一嘅兒子到世上嚟，要叫我哋靠住佢而活。呢個顯示咗神對我哋嘅愛，唔係我哋先愛神，而係神先愛咗我哋，甚至差遣佢嘅兒子為我哋嘅罪犧牲，贖咗我哋嘅罪。
弟兄姊妹們，神既然咁愛我哋，我哋應該彼此相愛。從嚟冇人見過神，但如果我哋彼此相愛，神就存在於我哋心中，而且佢嘅愛通過我哋先至係完美嘅。神又賜俾我哋聖靈，因此我哋就能確實咁知道，我哋係喺佢心裏，佢亦喺我哋心中。天父差遣佢嘅兒子成為世人嘅救主，呢個不但係我哋所知道嘅事實，而且係我哋要傳揚嘅。所以無論係邊個，只要公開承認耶穌係神嘅兒子，神就存在佢心裏，佢亦留在神心中。咁樣，我哋就領悟啦，並且信賴神對我哋嘅愛。神就係愛，所以生活喺愛裏面嘅人，先至係存在於神心裏，而神亦存在於佢心中。因為我哋喺世上生活係以耶穌為榜樣，所以神嘅愛通過我哋而成為完美嘅，好讓我哋喺審判嘅日子裏能坦然無懼。我哋如果喺神嘅愛裏面，就冇恐懼，因為神完全嘅愛驅除一切嘅恐懼。刑罰使人恐懼，所以懷有恐懼嘅人尚未存在於完美嘅愛中。我哋愛神係因為神先愛咗我哋。如果有人話我愛神卻恨弟兄姊妹，呢個人就係講大話嘅人。因為既然唔愛嗰個睇得見嘅兄弟姊妹，就唔可能愛嗰個睇唔見嘅神。因此，神命令我哋愛神嘅人，亦必須愛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們，我寫呢啲係要你哋唔再犯罪。但假如有人犯罪，會有一位喺天父面前替我哋求情嘅，就係嗰位十全十美嘅基督耶穌。佢為咗我哋犧牲自己，而贖咗我哋嘅罪。佢不但為我哋嘅罪，亦為全人類嘅罪犧牲咗自己。我哋點樣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存在於耶穌心裏面呢？如果我哋遵行耶穌嘅命令，我哋就知道我哋認識佢。如果有人話我認識佢，卻唔遵行佢嘅命令，咁樣嘅人係講大話嘅，心裏冇真理。但如果有人確實遵行耶穌嘅話，喺佢心裏面，神嘅愛先至能夠成為圓滿。因為所有自稱信耶穌嘅人，就必須以耶穌為榜樣，咁樣我哋先能知道自己是否存在於耶穌心中。不可以愛世界或世上嘅任何東西，因為一個人如果愛世界，佢嘅心裏就冇神嘅愛。世上嘅一切，如個人嘅私欲、視覺上嘅慾望同人生嘅虛榮，都唔係從天父嗰度嚟嘅，而係從世界上嚟嘅。呢個世界同所有嘅慾望都要過去，但係實行神旨意嘅人會永遠活着。任何人信耶穌係神所定嘅王，佢就係神嘅兒女。所以凡愛天父嘅人，必然亦愛佢嘅兒女。其他信耶穌嘅人，亦就係話，當我哋真正愛神，又遵行佢命令嘅時候，我哋就必然愛其他嘅信徒。所有愛神嘅人，必定遵守佢嘅命令。其實佢嘅命令係唔難遵行嘅。神嘅每一個兒女都會克服呢個世界上嘅萬惡。事實上，我哋堅定嘅信心已經勝過咗呢個世界。勝過世界嘅人係邊個呢？咪就係我哋呢啲相信耶穌係神兒子嘅信徒咯。願尊貴嘅榮耀永遠歸於嗰位萬世嘅君王。佢亦就係而家睇唔到，永遠不死不朽，獨一無二嘅神，基督耶穌。阿門。